请准备心来敬拜上帝，恬静恭候上帝的话，请走入绿岛。一届无得挂虑，独独万行地用祈祷、恳求甲感谢，将恁所求的摆列伫上帝，求上帝的平安盘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请来吟圣诗303首。主，我要学罗你。主，我要学罗你，尽心尽意。我要保养你，奇妙大宽容，归荣光你圣名。主，我要学罗你，尽心尽意。对你要找到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请起立吟全首。个别请议员徛地，用速读圣经告别咱的信仰。速读圣经圣诗13篇。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勒岛人来受苦。顶是立体，死埋葬罗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倒活上天，感谢你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出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广大的教会，盛大的上方，这赦免，
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真侪。请咱来教读启文第8、诗篇23篇1009页，我来刻，请大家来印。1009页，上主是我的牧者，耶和华倒伫青翠的草坡，耶和华新的气力。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同在。伫我对敌的面前，定由我的头壳。你的恩典主啊，一定甲我一世人做伴。愿上帝祝福咱所启用伊的话，请咱同心来祈祷。万权能、至尊、至圣，听阮的天父上帝，阮虔诚、谦卑、虔诚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感谢俄罗你。你听阮，照你的形象创造阮，使阮活命，拣选阮成做你的儿女。阮人生每一阶段，你拢在看顾保护，特别享受阮满满的恩典，阮献上感谢。求你做阮代代的帮赞，你是阮的照伴，阮的避难所，阮的倚靠，阮世世代代拢要感谢有了你，亲爱的主耶稣。阮肉体、心智两者受需要合作，不是做罪的萝卜，无去惊歹。反倒无你行好，反倒去行歹。求主赦免阮的罪，洗除阮拢总的不义。恳求主助阮行永活的天路，帮助我坚固阮的信心。凡事我靠主得胜。现今世界局势混乱，天灾人祸战乱，政治经济社会变迁无稳定。直到侪人受苦受难，求主怜悯保守，使落平安和平安定。求阮的主，你听惜阮台湾，阮国家的主权属于你，恳求主上帝亲自掌权，帮助执政者、民意代表同心合力治理国家，用真理行公义，心存慈爱，谦卑甲上帝做伙行，保守阮的台湾的百姓。免受极权政治威胁，疫情稳定消退，社会和谐，有主所赐平安，甲新的愿望，互阮人人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互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今日是台湾新人院纪念奉献主日，台湾新人院是培养教会传道者、甲教会事工服务人才的摇篮，真侪人的祝福。阮着为这项事工关心代祷，恳求主保守，使阮教会每一个兄弟心灵有主所赐，永远的平安、喜乐、健康、稳定满满，伫阮大人的身上。感谢主，阮无目击的期间，阮有共伟德长老甲中级团队，听主的兄弟。无私奉献因的心神气力，全教会齐心合一，教会主日礼拜敬上事务，环境整理通顺利进行。求主祝福纪念，保守因所做的工，总是主啊！愿真渴望圣神引带合主心意的牧者来牧养你的灵魂，养持阮的人灵命。通得到帮助，恳求主阿罗听阮迫切的恳求祈祷，阮安尼感谢恳求祈祷，拢是我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请圣歌队学乐，今日现的史实，确实的救恩。
感谢圣乐队用水的诗歌，带咱敬拜上帝，咱来享受上帝的话。请看圣经哥林多后书第1章第3到第4节。台语汉语本是203页，好啊，本是248页。现代中文译本是273页。原来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也是伊的爸，就是人民的爸，赏赐同样安慰的上帝，得到保罗。阮伫同样患难中，伊安慰阮，要互阮对上帝所安慰阮的安慰，来安慰同样患难中的人。愿上帝话成做咱上大的安慰。讲到今日是台湾新人医纪念方面主任，台湾新人医礼拜，咱新学生吴春英同学见证分享，特别是生命的蜕变，生命的蜕变。亲爱的传道长职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我是台湾神学院灵性咨商1年级的学生欧纯颖。今天我代表台湾神学院董事长蔡信生牧师、院长蔡慈伦牧师与全体师生向
喜欢教会表达感谢，愿上帝纪念大家对财神从过去到现在的爱、关怀与带导。很高兴今天我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这里与大家一同礼拜，也透过上帝在我身上的见证，与大家分享神的爱和荣耀。相信各位都知道，今年是马偕来台宣教150周年。当年马偕至少开拓了60多间的教会，他也替很多的人拔了21000多颗牙齿，为4000人受洗。那无论他是在医疗方面、教育或者是宣教，都看见他在这上面的贡献。我觉得很特别的是，我也是在去年被神呼召来决定报考灵性諮商硕士班。那今年的9月成为台神的一份子，也是我生命当中一个很大的转折点。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生命的一个见证。那我在生命的经验里面来说呢，我每个阶段都对我来说都有很大的变动，包括决定要考台神灵性諮商，这一路的过程都有主的带领。那我的信仰历程经历了3个转折期，那分别是成长期、停滞期，还有扩张期。那我今天会比较着重在第3个转折的部分，因为这个跟我为什么决定要来读台神有关联这样子。对，那首先呢，我来介绍一下我的家庭。我从小是在一个传统民间信仰的家庭长大，我是第1代基督徒。那感谢主，我的弟弟呢，在8年前也受洗，他成为了基督徒。但是我的爸爸妈妈还没有。对，那我也持续的为他们来祷告，因为我觉得现在已经是看到很多的现象，都是觉得是已经进入末世了，就是如圣经上所说的，所以我也蛮为他们的灵魂得救蛮迫切的这样子。那所以我也渴望他们能够得到这个美好的救恩跟福音。那我自己是在升高3那年，我的数学老师，他传福音给我的。那因为我认识这个福音，然后成为我跟神连结的起点，那也帮助我度过当时在准备考大学那段紧张担忧的期间这样子。那上帝也在那个时候让我经历，世上真的有一位听祷告的神。为什么那么说呢？因为当时呢，我的爸妈本来没有要让我走音乐这条路，因为他们认为很辛苦。对，但是呢，因为我从小学兴趣，那我一直都有持续的学，那我也很喜欢。那升高3那一年呢，因为考大学要选科系，那因为我的成绩呢，说实在的很不好，那对于其他方面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那我唯一最有兴趣的就是音乐。那所以呢，也因着在那个时候刚好遇到一个我们的亲戚，然后他的小孩都在学音乐，那因此呢就跟我妈妈说让我去试试看，所以呢因此我的父母就答应了，让我就是去尝试这样子。那我就是在那个时间呢，在学校老师常常会来关心我的课业，然后那个数学老师也常常把我找去，然后跟我聊一聊，然后也跟我讲一些其他人的见证的故事，让我觉得很感动。我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位神，是如此的爱，然后不负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期待和回报的心。对，我觉得这是至少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很难做到的。对，那
后来呢，因为神的带领，我大学的时候就考上去读圣德基督学院的音乐系。那当时在考试的时候，因为我是一直都是不是科班，对，我是高3那一年我才决定要考音乐系。那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我才学了第2样乐器，就是打击乐。然后包括其他的一些音乐的专业的一些训练，我也是从那个时候特别去找老师加强。所以我每一周那个时候，我每个礼拜六我都要跑去基隆上我的一些，就是要上我一些考试的一些那些专业的科目，就是钢琴啊、视唱、乐理、听写等等，对，就这样一整天。然后平常呢，因为学校要留晚自习，所以晚自习下课之后，就是为了争取那个练琴的时间，我就有1个小时可以练习。就是到家，因为我们晚自习呢到8点多，然后到家呢，我大概就是那时候爸爸常常就是为了让我有时间可以练琴，所以他我放学的时候他会来接我，为了就是争取那个练琴的时间。对，然后到家8点半，我练琴只能练1个小时，因为差不多9点多也会吵到邻居，所以就不方便练习，所以我也就是在那个时间，就是每一天都是这样子很忙碌，然后也是为了考音乐，为了考音乐准备音乐这个考试，然后我付上很多的时间。那这段时间呢，我其实也蛮担心自己会不会没有考上，没有学校读，因为其实如果要跟那些科班生的比，我真的比不上。对，我觉得真的现在回想起来，我很感谢那时候当时那位数学老师跟我传福音，他呢让我他真的很鼓励我，因为他知道我很担心就是自己没有学校可以读这样。对，那他就鼓励我可以开始自己祷告，跟神祷告。然后后来我真的就是在考试的那一段期间，我每一天晚上睡前我就开始自己就是祷告，跟神祷告。对，那老师也跟我说，我们不需要用什么华丽的言辞，就是真的很带着一个真诚的心、敬畏的心，那神一定会听。对，所以呢，我真的就这样做了。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当时会这么的，这样子有那样的信心。那所以呢，也因着神的带领，后来我真的就是进到圣德音乐系这样子就读。然后我那时候还没有受洗，我是到大1的时候啊，有继续认识神，然后也开始进到教会去，然后开始有一些教会的生活。然后到了大2，我才决志受洗，对，成为基督徒。其实我当时还蛮紧张，我家人会反对，但是感谢主，他们没有反对这样。那在那时候呢，我就决定受洗，成为神的孩子，把生命主权交还给他。那也因为这样子，让我就是在受洗归主的这段期间，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印象蛮深的一个时期。对，那我进去里面之后，我就是觉得很开心，就是学习的很开心，因为是我真的很喜欢的。然后那时候也开始参与教会的一些音乐的相关的服事，就是唱诗班啊，然后司琴啊，对，那我觉得这也是回应神成就我祷告的一个行动。对，那就在那4年，我真的在学校学很多。那一进去之后呢，我就开始想我的未来的方向要去哪里。对。我当时其实大1进去之后，我就想着4年毕业之后，我想要出国。对，那我大学的时候是主修打击乐，对，因为钢琴太竞争了，对，我根本就是没办法，所以呢，老师帮我选了一个比较冷门的乐器，让我可以就是容易上手，但是又不那么这么多人
去抢，对，所以当时我的主修是打击乐。然后大学就这样子4年就过去，很快，我觉得也蛮快。然后毕业之后，我选择去到，当时我选择是巴黎，法国巴黎，因为我的主修老师他是从那里毕业的，然后他的老师的我老师的老师，然后当时他还在那边教，他是巴黎凡尔赛音乐院毕业的这样子。那所以我去找，当时我就想说，那我去找我的老师的老师来学，然后是考他们的学校，因为当时老师的教学方式还有他的一些在音乐上的一些处理，都让我蛮喜欢的。对，那所以后来我就决定去了巴黎。那当时我去巴黎的时候呢，就是困难就开始了，因为呢，我在大学4年在教会里面有辅导的关系，他们大家都还就是看我是学生，然后又乖乖的这样子，然后所以常常都会带我要去哪玩啊，然后常常就是把我载来载去的这样，我就觉得哦，真的是有他们真的是扶持，真的还蛮好的，对，然后在台湾有属灵辅导的帮助和扶持，那遇到什么事情呢，跟他们说，他们也会跟我讨论，然后为我祷告。那牧师也是蛮关心我的这样。那教会的弟兄姐妹对我也都很照顾，所以呢，当时我出去的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只学了3个月的法文。我就出去了，我什么都不会，我都觉得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我怎么那么勇敢，然后那么的就是不害怕，然后我就这样去了。然后因为我都在台湾的时候就听老师说，法国人都很就是冷淡啊，然后不喜欢就是就算他会讲英文，他也不跟你讲英文，他就会直接跟你讲法文。然后那时候其实我还蛮担心，然后结果就是因为我把出国这件事情呢想得太美好，然后当时呢我也没有先去看过，然后我是真的就是自己一个人去到这么远的地方，那是我第一次自己出国，然后没有大人在旁边，然后我就自己学了3个月法文，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然后就这样出去，到了当地呢，就是那个语言学校的那个他们就是有那种就是寄宿家庭的服务这样子，那所以我当时是一开始是住在那个寄宿家庭，那有那个司机来，就是学校有派人来接我到我的寄宿家庭的地方，然后我到了当地之后，我就觉得感觉就是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那个环境好像不是我能待的。我也说不上来为什么，但是我刚去的时候是真的还蛮不适应的，而且没有我想象的顺利这样子。虽然我一去到当地就是刚好我的牧师，那时候我教会的牧师他认识一个朋友在那边，在一个华人的教会里面，那他请那个阿姨来，就是我到的时候请他来关心我这样子，那就是包括一些刚去到要开户头啊什么的等等，这些比较繁琐的事情都请那个阿姨来帮助我。那我也蛮感谢神，就是还好那时候有那个阿姨在，要不然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一句法文都不会，我只会就是一些简单的单字而已这样。那我一去到当地，我就去有教会了，这样子就是在华人教会里面。那可是因为就是我到当地之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不适应那个环境，包括我的心理状态等等，对，然后每天就觉得那个地方有点让我很情绪就是有点低的，对，那因为那个巴黎其实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是冬天，然后所以他们冬天都日照时间很短，所以基本上都是阴阴暗暗的这样子，所以就感觉没有什么气息，就是没有什么那种带着盼望的那种感觉，对。那
那时候呢，就是因为这样子不适应之后，然后我就当了那个绕跑机，然后呢去了1个半月，我就跟爸妈说，我真的待不下去了，我也想回台湾一阵子这样。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回来的时候，我还跟大家说我再也不出国了。然后殊不知呢，我觉得我说的太快了，不到半年之后我就决定再出去试一试，因为我觉得呢，我准备那么久，好不容易出去了，然后应该不要那么快放弃，对，而且那时候我已经信主了这样子，那我觉得神既然也带我走到这条路了，那我相信有他的心意这样子，所以我决定再出去试一次。第2次去的时候呢，就很好了，就适应的不错这样子，然后也考上，后来有考上老师，就是我的老师的学校，就是巴黎法兰塞音乐院。但是因为呢，当时我真的考完的时候，要缴学费前，我还很认真的在思考一下，我是不是真的喜欢那里，然后我是不是真的可以在那里适应当地的生活和学习。因为当时其实我的信仰没有受到很多的建造，那只是初信而已。我不知道就是每一件事都需要祷告问神，那所以呢，包括我去巴黎，我也没有，反正我就是这样子去了，就是我自己想，就是照着自己的方式。然后后来我决定还是不留在那里了。那刚好呢，我的一个同班同学，大学的同班同学，他一开始去德国，然后后来没有考上学校，那他是修神院，然后他后来转到维也纳去。那刚好在那段我考试的时候，他有跟我联络，他问我说我在巴黎的情况怎么样啊，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聊了起来。那当时呢，我就跟他说，我其实有点不太适应这样子。那他也跟我说，那等我考完试再说。然后后来我跟他联系的时候是已经考完试了。那我就说，我有跟家人谈过这件事，我还是不想要留在巴黎了，我想去，那我去维也纳，就是找你考你的学校这样子。那所以呢，那时候我就自己又包袱款款从巴黎转到维也纳，然后呢自己行李收一收，然后订机票，然后就教会的那个阿姨她陪我到机场，然后把我放在那里，然后我就自己搭了飞机到维也纳去。然后我同学就刚好认识一个朋友，那请他来带我到维也纳机场。我的行李呢，居然在转不知道怎么样，我的行李不知道转去哪里了，然后就不见了。然后我下飞机的时候没有看到我的行李，我超紧张的。然后我就赶快想办法联络那个来接我的阿姨，接我的朋友这样子。然后我就到了那个当地，然后所以我行李不见，那后来1个礼拜，感谢主又找到了。对，可能不知道在那个转机的过程或是什么，他不知道转去哪里，然后后来又送回来这样，所以还好，感谢主有找到行李。然后呢，我到了维也纳之后，那时候我就是一样是用打击考进去，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又开始想着，那我之后工作的机会在哪里？因为打击。说实在的，打击在台湾的在学校任教的机会不是这么的多，学的人很少。那基本上要读音乐班的人才会去学这么一个这样子不常有的乐器。对，因为我们普遍看到大家都是学钢琴啊、学小提琴啊、学长笛，或者是学声乐，这样比较多。然后所以呢，当时我就想说，那不然我换个钢琴主修好了。起码我在教会还有私琴，然后学钢琴的人也比较多。那之后出路也许还可以再去学个伴奏，那出路会更广。所以呢，因此我就在学校又从
打击换到了钢琴，然后不止这样子，因为维也纳是讲德语的国家，所以呢，我的法文又转到了德文，对，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就这样子换。可是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没有想那么多，因为以我的个性啊，我是一个比较胆小的人，就是没有信心没有这么大的人，对我都要想很多。那但是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就是这样子换过去。那好，到了当地之后，我就这样子主修钢琴，然后也适应得非常好，所以我一待呢就待了大概11年半的时间。对，那在那个过程里面呢，因为说实在的，国外的一些教会，那他们的教会的一些建造的没有像台湾做的这么好。对，那包括语言上的问题，就是还蛮困难的。其实要在属灵生命有成长的话，其实语言也要到一个一定的程度才能够真的听得懂。对，所以当时我只是我去到当地的这些被建造起来的是等于是我在台湾打的基础，所以我的基础并不是这么的稳固。对。然后，当时刚好，我去到那边之后的第2年，就有因为当地有那个维也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那台湾总会有派宣教士过去牧养我们对学生，那所以就也蛮感谢主的那一段时间有牧者的喂养，所以也让我的属灵上面。也有一些成长这样子。那因为后来因为一些因素，那牧者被调离，牧者就回到台湾了。然后中间后来有派宣教士出去，但是后来因为教会一些人的因素，然后所以就总会这边就没有再派牧者过去。那当时牧师最后一位牧师来的时候，也是做学生工作嘛，因为总会派他。就是做学生工作。那我到当地之后呢，就是因为就是牧师就是请我帮忙他做团契这样子，那所以我就说我可以帮忙，就是如果牧师有需要的话，我就可以帮忙一些，就是在联络学生上面啊，或者是如果牧师需要什么聚会的时候需要弹琴啊那些我都可以，所以我也。在那段时间，我也帮牧师，就是也有在帮牧师协助一些事工的部分，但是我只是就是旁边的那种协助者。那真正主要的同工，并不是我，是另外的2位学生。对，那后来牧师被调回台湾之后，刚好我是做团契的主席，对，然后牧师就跟我说。那接下来没有牧者，就可能要麻烦我来负责这个团契的部分。然后我就觉得，哇塞，我什么都没有被装备耶，我怎么可能来带一个这样的团契呢？而且里面还有牧师的小孩呢，对，还有2个是牧师的小孩，也都学音乐的，然后。但是我就是这样子，就是也是只能硬着头皮，对，硬着头皮来做，因为我相信，既然这个机会就是在那个时候发生，那我相信神有一定他的用意，对，那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每一周都就是带团契，就是要负责负责联络人啊，然后负责安排聚会内容，然后那时候我有时候偶尔就是带查经，虽然我不会，但是现在网络资讯很发达，所以呢就只能硬着头皮上网猛找资料，然后看神要我说什么，感动我说什么，对，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是这样子慢慢就是
在那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我觉得是当时候的那个训练，对，因为我没有想过说我今天可以站在这个讲台上来跟这么多人分享，因为我过去是学音乐的，我不需要面对大家讲话这件事情。对，那以前呢，要我上台讲话，根本就是一个难上加难的事。我是一个很容易紧张的人，所以我上台呢，基本上就是脚会一直发抖的。但是我觉得现在我已经被训练的，就是还蛮不错的，我觉得也是感谢主。然后那个时候就这样我带团契，然后可是呢，我自己没有被建造，我一直给。对，就是只有单向的，没有双向，所以到最后我就开始发现我里面已经开始有一点觉得好像要服侍不下去的感觉，没有，就是觉得很无力，对，然后每周询问学生要不要来，有很多学生都会说再看看啊，再看看，对。因为那边大部分学生都是卫信的，然后要不然就是慕道者。那真正就是也是就是有牧师的小孩，大概只有2位而已。对，那长期待在那里的也只有几个这样子，所以就是真的牧养工作是蛮困难的。所以当时我也能够体会去到那边的牧师他们的辛苦，对。然后呢，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发现我带不下去了，所以我老实的跟那个那边负责的一个常年住在那里的一个台湾家庭的一个长辈，对，他们对学生非常的关心，然后呢，真的每一周都煮那个煮点心，在团契的时候他们都煮点心，从家里带到那个我们聚会的地方，因为我们聚会的地方是跟当地的改革中的教会借场地，对，然后所以我真的就是看着他们那个家庭，他们那个长辈真的对学生很用心，每一周都会说要主动的，就是为学生准备一些食物这样子，那真的还蛮感动的，因为他们真的是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做的，对，就很多年了都是这样，所以我就觉得真的。做神的工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对。然后呢，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感到我离枯关，所以我没有办法再继续带这个。那我就跟那个家庭的长辈说，我必须得先把这个服事卸下来，我得寻找其他的教会来先喂养我自己，让我自己被建造起来，我才有能力去服侍别人，对，好，这个是听字起，那，抱歉，按太快。好，那接下来的扩张期呢，就是到我2016年6月正式钢琴毕业之后，我又继续读了声乐钢琴伴奏，那同时也开始计划安排啊，就是想我之后的工作要在哪里，然后所以呢，我就开始就是有开始找学生啊，尝试各种方法，然后但是呢，在我拿到文凭的2年后，就是发生了一件让我很震惊的事情，就是我的家人呢，他们某一天，他们完全没有跟我商量，然后就自己买了机票飞到维也纳，说就是要强迫我回台湾。对，然后我完全不知道，所以呢，这一件事情对我来说，当时对我来说是非常一个很震惊的事情。我当时呢，觉得这样的方式也造成我跟家人之间就是关系上的一些撕裂。对，那因为这件事情也让我觉得我的人生
又跌到了另外一个就是谷底。应该是说，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我接下来之后要怎么办？因为我的11年半，我的生活圈都在维也纳，我的朋友都在那里，我的台湾没有认识什么朋友，对，然后当时我还蛮难过的，其实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因为这件事情，我的后来自己也有出了一些状况，所以那我回来之后，我就休息了一段时间，然后在这段时间，我也就是重新思考说，我跟神的关系，对，那因为圣经有一句经节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对，然后这件事情真的让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回来之后，我去到了，我的原本的教会，我原本是待在地方教会，就是独立教派，然后那个时候，我的意念就出现一个声音跟我说，我需要踏出去，我需要走出去。于是我开始问神，我要走去哪里？我要走去哪里？那时候，神一直跟我讲说，就是我在意念一直有一个声音跟我说，耐心等候。然后我就等了几个月之后，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教会。我问神说，要等到什么时候？神跟我说耐心等候，对，然后所以我就一直持续祷告，然后呢，这件事情也是我觉得还好，神没有让我就是照我自己的意思去，因为当时我现在住的地方对面有一个教会，走路5分钟就到，我当时就是很想去那个教会，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每次要去的时候就是有事情，要不然就是教会有服事，所以我就还没有机会去那里看看。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想要去那里。但还好，就是后来祷告了9个月之后呢，某一天我在国外的一个朋友，我认识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呢是我在巴黎那个时候认识的一个台湾姐妹，她也是学音乐的。然后呢，她就跟我说：“哎，你在找教会吗？”我说：“对啊，我在找教会。”她就说：“你要不要来永光教会看看？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棒的教会，她从小在那里长大。”然后她就很积极，我就说：“好啊，那我去看看这样子。”于是她帮我联络了牧师，牧师也很积极的主动的来跟我联络。然后于是我就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去参加他们的小组。对，我一进到那个地方，我就感觉哇，这个地方是一个充满圣灵的地方，很不一样，就是一个充满盼望、充满热情的地方。这个是我过去没有经历过的。我知道神带我来这个地方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那于是我就开始参与在小组当中，然后就这样子，后来我就决定在永光教会稳定的聚会，然后也在那里呢上了就是重新被神建造，跟神的关系开始恢复更多的连结，也让我因为我们的永光教会自己有灵性的培育学校，我觉得那个是一个真的很棒的一个装备课，让我在上这个装备课的过程，真的是重新来对焦于神，也让我再次重新省察我自己跟神的关系，真的有这么样的密切吗？还是只是随随便便？也让我就是有一些警醒。于是呢，我开始上了这个装备课之后，我真的是，我觉得我的生命重新被建造了。因为遇到这件事，我回台湾的这件事，当时我的感受就是，好像就是耶稣就是被钉在十字架那种感觉，就是很强烈。我就会觉得，那时候
我真的感受到生命被破碎。对，那因为到了永光教会上了这个灵训学校的培育课程，让我觉得我的灵性开始慢慢被恢复了，我的属灵生命开始又跟神有连结了，然后我也开始再一次的来感受到他的爱，还有他的恩典在当中。那刚好上完这个装备课之后呢，就接着到台神去读书了。这时间一切都安排的刚刚好。然后呢，就在我在去年的应该是9月份的时候，在这个之前呢，有一次牧师在台上讲道的时候，他就因为那天刚好牧师有做了一个呼召的一个祷告。当时呢，我看到一个画面，就是很多只手就是这样伸着，那可是都是黑的。我问神说：“神啊，你让我看到这个画面是什么意思？”神告诉我说：“因为有很多人的生命跟你一样破碎，然后他们也需要来认识神，因为就是他们也需要神的爱，帮助他们的生命重新再次活起来。然后，所以呢，但是当时那时候我没有勇气回应，所以因为我也有一点年纪，然后所以我需要开始，我那时候只是想说，我回台湾我就好好找个家教学生教一教，这样就好了。我没有想过我要再回去学校读书。然后于是呢，我就开始祷告，我就说，我跟神讲说，如果你真的要让我去到神学院装备，去到神学院就读，那请你就是让我们教会的教育牧师，就是潘牧师来跟我说，因为我在跟神求印证。这一次我学乖了，我不按照自己的意思，对，所以呢，我开始跟神祷告，我说如果神真的是要我去的话，请牧师来跟我说，来跟我谈这件事。然后在这件事呢，很奇妙的是，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我常常领受到神一直重复的一些，我在那时候刚好疫情，然后我们教会每次就是回去的时候，椅子上都会放一些就是那个天父的话的小卡。我从那个小卡里面，上面有经文，还有一些鼓励的话，好几次在1个半月之内到2个月之内，有几个字一直重复出现，就是呢，你要做一个决定。那这个决定是什么决定呢？我自己其实心里70%、80%知道，神要我决定要不要去台神读书。可是我一直在逃避，因为我觉得我的爸妈不会答应，那我的学费要从哪里来？等等这些。好，没想到我祷告了之后呢，我就说神好，我如果真的是你的话，我愿意就是去考看看，对。然后所以在这之前，我有一次邀请我的爸爸来到永光教会，想要让他看看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对，也让他感受一下神的爱在当中。然后那一次他来的时候，刚好我就看到我们的牧师去找他聊天，但我也没有在旁边，我也不知道牧师跟他聊了什么。然后隔天我在看到牧师的时候，牧师跟我说：“纯颖啊，昨天我跟你爸爸聊了，我跟他说呢，让你明年去考台神。”然后呢，我就震惊了一下，因为我的祷告才昨天的，就是才那一段时间没有很久的事情而已。神马上就透过牧师来回应我了，因为我跟神说，如果他是他的心意，那就请牧师来跟我说。牧师真的来告诉我了，而且呢，这次是神自己让牧师
跟我的爸爸谈这件事情，跟我的家人谈这件事情，就是让我跟家人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起了冲突。那感谢主，我的家人也就是愿意就是让我再回到学校里面去读书。我觉得这个是神的工作，因为我的爸爸妈妈还没有信主，他们对于这种看不见的东西啊，他们是很没有把握的，他们只相信他们眼前看到。可是我知道神，他因为这样的事情，让我经过这样一段过程，然后我才能够知道体验到说什么叫生命被破碎。当我们需要经历到神的时候，我觉得生命真的要被破碎，才能够体会到神的爱是这么的伟大。好，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就牧师来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跟牧师说，牧师我也在为这件事情一直祷告。牧师很高兴的跟我说他也在为这件事情祷告。对，所以我真的感谢主，就是这个是让我真实的再一次经历到神的爱，而且这个确实是他为我预备的道路。对，所以我去年就决定，就很短时间又临时决定，就又开始准备，然后准备考试啊什么的，一切都是很突然。所以我觉得我的信仰的转折呢，就是都是很变动都是很大的，但是我觉得现在回头看都有神的心意。然后呢，我相信这是神他为了成就我今天可以进到台神读书的前面的一些训练，然后盼望透过我今天的分享，能够鼓励更多的弟兄姐妹愿意承接马街的精神，回应神的呼召，愿意对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好，那我的呼召经文就是这2节，我们刚刚有一起念过了，那我们这边就不再重复一次。那我们的这时候就是我下面要来跟各位报告台神的现状。为的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关心、支持神学教育的施工，然后神学院的神学教育和教会其实真的是息息相关的，也因为好的神学院才能够栽培出好的神学生。那我想请先来看学校的那个影片，那麻烦同工帮我播放。这所在法律中，侪侪人拢是做事为主，教育水准比较大陆市来讲，无遮尔啊悬。
收入也无遐尔啊好，所以这是上大个差别。伫生活顶面嘛有侪差别，亲像草地即个所在，大多数人拢是早早就困，早早起床，因为要去做事。我感觉讲，并毋是地理位置的偏僻，乃是即个偏僻是存在伫人心内。国菜书单常常是对人，该当讲是一种随时改变的方式做调整。伊无一项书单是对头到尾拢无改变来结束。这个书单因亲像酒咧验证，就是敢若互我多收获。所以有诶书单我其实就是改去，伊才是直接去。我应该做较济个书单是伫当当去做。我未想着家己行即条路的，受着上帝的旨意，我是伊的仆人，上帝要叫我去倒位，我就应该顺服。会来到即个所在，但是我甲上帝祈祷讲，我想要到偏乡，上帝也真正回应我的祈祷。伊伫即个所在，伫北京到我会使，有时阵我嘛会安尼想，但是当我静下来，详细甲家己的步调来对话的时，就感觉讲，既然上帝已经答应我来即个所在会使，安尼我想要伫即个所在有较久长的时间，除非有真做的指示，我应该离开，我才会。我认为上帝的路步嘛是爱看上帝的心意，所以我就是祈祷，然后伫祈祷的过程中间，其实无上帝爱我离开平淡的记号，也是感动，完全无对。反正是伫祈祷中间看到一寡囡仔的面，兄儿姊妹的面，然后伫迄个时阵，我就决定要留伫平淡。若毋是上帝爱我离开，一定有上帝伊的心意。有年我将我的户口迁出来遮，即个身份应当是外汇还到遮的时，来帮助我重新调整。我土财毋是只有伫教会，还是甲教会有关系，伊是搁较外当，甲搁较侪人来互动接触。马街的宣告书单，原因也不离开新继续，对学堂中已经团体生活内面，连续马街精神，阮是一群活伫异常中的人，伫上帝国做梦，同齐兴旺福音，点着生命的火。台湾心态挺好的，就是对上帝有信，对人有听，对好对有情。我的使命就是要回到一位敬畏上帝、听教会来到遮，甲教会顺服者，继续安心马街精神，就是谦卑顺服于上帝的呼召，愿意去到上需要的所在，通过听甲顺服，互人会当体验到耶稣的福音所带来的真理甲恩爱。也因为安尼，我真需要进到回台姊妹，你的支持、鼓励甲带领。麻烦帮我。好，那目前呢，神学院有专任的老师15位，那学生现在有250多位这样子。那包括现在立案后的台湾神学研究学院的学生有130多名。那神的国度呢，需要大家更多人一起来为福音努力。如果大家有感动的话，神学院有几项的课程，也欢迎各位来一起的来参与学习。那我们学校呢，目前有道学硕士班，
然后也有教会音乐组，然后还有灵性咨商组跟灵性照顾在职专班。那我读的是灵性咨商组，那因为也是看到现在社会的需要这样子，那还有教牧博士班，然后还有神学系的一些课程，那也欢迎大家就是来一同的来进修。那由于我读的是灵性咨商，我想要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灵性。灵性的定义意义呢，就是指被造的人与创造者上帝有和谐的关系，进而遵行上帝的旨意，活出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方式。那当我们人的灵性健康出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产生了灵性的需求，所以我们需要第一个克服羞耻感，那恢复神眼中人尊贵的自我形象，还有除去罪的隔阂，让我们跟神恢复这个亲密的互动关系，然后也恢复与人关系，特别是在跟家人上，或者是夫妻等等这些，那也愿意负担自己的责任起来，然后协助人面对各种环境的恶化，还有一些灾难的发生所造成的创伤呢，来寻求医治，这样子。那感谢主呢，赐给我们圣灵保惠师，那还有呼召教会群体跟传道人来帮助我们。那台湾现在环境呢，真的是越来越压力越来越大，就是现代人的工作压力真的非常大。那很多人呢，身心有状况，可是他们却不敢求助，他们或者是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求助，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是有病的人才要去看精神科医生。可是我们所读的是灵性咨商，灵性咨商就是任何人遇到问题都可以来寻求的，它并不是真的是精神上有什么疾病了才去看的，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我觉得至少在我自己身上，我真的是经历到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也相信，就是神就是在这个当中，让我的灵性可以恢复起来、健康起来，我才可以去服侍别人。当我经历到属天的爱的时候，我才能够把属天的爱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就是这样子。那我们的意向就是从这2节经文当中来的。那我们可以一起念一下吗？好，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让那收押之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面。路加福音4章18到19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面前。对，这是我们灵性諮商的这个意向的经文。那我们在的灵性諮商所要培养的是代职侍奉的专业灵性諮商的同工。那现在真的非常的缺，然后那我们的系所呢也分为全修班跟在职专班。那全修班就是要全心全意的配合，就是学校全时间的那个学习，还有心理学的整合的训练，那透过这些学习来帮助人恢复灵性健康与成长的同工。那在职专班是已经就是提供已经就是在职场上的，他们已经受过专业的训练，然后他们想要进修，然后再提升自己的能力的这样子。那虽然我在台城的时间没有很长，那在这个几个月这样下来，
我就是感受到是台神的信仰环境，还有他们的专业训练，还有同才的一些关系，都对我有启发性的影响。对，那我们的课业其实算蛮重的，就是很多的报告啊，还有之后可能还需要去实习啊等等这些。那我也就是在这里诚心的推荐各位弟兄姐妹，寻求神的心意。那大家一起可以，如果有感动的话，可以来加入我们台神的灵资，那进入职场服事的专业时代。那我们真的需要，我们的灵资呢需要专业的这些教室的设备啊，还有专业的训练，也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来培养专业的神国人才。那需要弟兄姐妹的代祷跟支持。那我今天的分享就报告到这里。然后这个是我们可能字有点小，就是我们灵资毕业学生的合场，对。然后这个是我们专业教室的一些设备，还有一些我们在学校啊需要上课啊什么，有时候会在这些地方这样子。好，那这个也是今年现在又开始新一年度的招生，那这是我们的灵资的海报，那我也在这边附上。那感谢大家今天耐心跟爱心的聆听，也愿上帝祝福教会牧者同工，还有所有弟兄姐妹主恩满意。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感谢你赐下你的宝血，洁净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领取恩典。谢谢你在这样灾难频传、病毒蔓延的时代保守我们。当我们承受这样的恩典的同时，我们更渴望把所领受的爱与恩惠与许多人分享。谢谢你透过教会的传道人的牧养、神学院的装备，让我们有机会与你同工，也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你。是当我们在遇到困境的时候，可以找到盼望。主啊，虽然我们知道我们要信靠你，但是当我们信心不够的时候，求你将我们提升到信心的高处，俯瞰你恩典的神迹。当我们不足的时候，耶和华以勒，求主你来供应。愿你的恩惠慈爱与我们众人同在。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请来念回应诗646首。耶稣调我来行天路，耶稣调我来行天路，带我向前日日进步。世间无论危险艰苦，救主耶稣时刻保护。我的救主耶稣基督，全能圣手时刻保护。我爱尽心做你学生，你大是阮亲手保护。请起立吟诗。所调我来行天路。
侪奉献，请咱用行动感谢上帝的疼。请思源执事、林秋梅执事、甲宋明斌执事书献。请起立吟奉献的诗。我来报告。首先，咱感谢欧纯颖同学，咱来感谢伊。感谢欧同学分享人生的故事，愿主的疼充满咱的心，赞咱勇敢面对一切的挑战，靠主得胜。请来看周报，今日无新来宾嘛吼。今日是台湾新人医纪念奉献主日，感谢欧春颖同学前来本会请安报告，请继续为新学教育关心大道奉献。明仔载11月14日，7正中会上午10点，伫中山长老教会召开72届彼次的议会。下礼拜11月18日暗时7点半，查经祈祷会。查考真言三十章，欢迎咱兄弟参加。下礼拜主日举行感恩礼拜，邀请兄弟感恩见证分享。会后咱要享用爱餐交易，感谢林秋美主持协助订餐。爱餐结束后，咱邀请咱优质的兄弟。同齐参加圣诞的布置，请咱杨长老统一规划黄素因姐协助。咱本会定要2023年的月历放伫招待遐，赠送每一位会友，欢迎咱家己去摕。求主祝福2023年大家稳定满满。咱来看。聚会活动，咱主日礼拜四上午10点，主日圣歌队的练唱是上午8点，拜五查经祈祷会是下午7点半。圣工的事奉，咱这礼拜招待是谢宝姐、苏文安长老，插花是林秋美主持，清扫是谢宝姐。下礼拜讲道是。江伟德长老，书会是宋明斌长老，苏琴、蔡玉珍姐妹，领唱是余信香，书会是李金兰甲蔡玉姐主持。咱招待是谢宗济甲尤来兄，插花江春美老师，清扫是黄明义长老。咱来看这个。迄个会计报告吼，咱家己才来看吼，家己来参考。咱来读本周的金句，我台语念一遍，大家来念2遍，华语咱过来念一遍。阮伫逐样患难中，
以安慰阮，要互阮对上帝所安慰阮的安慰，来安慰逐样患难中的人。请，阮伫逐样患难中，以安慰阮，要互阮对上帝所安慰阮的安慰，来安慰逐样患难中的人。阮伫逐样患难中，以安慰阮，要互阮对上帝所安慰阮的安慰，来安慰逐样患难中的人。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上帝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能够，请咱互相请安，请伫原位吼，讲述请安就好。圣诗39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咱吟诗后，请乌同学祝祷。至圣天父，阮感谢你，受你引带，甲你相见，心内罪恶伫你面前，对主保护，担得世清，请起立，吟全首。散会。